依然之声，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。较早咱台湾有足侪田螺通好食，迄农民历的后壁就写讲，田螺甲猪肉做伙食会脱肉白，啊田螺若甲木耳、香鸡、番马、蛤蟆做伙食会中毒，啊若食田螺搁食冰，嘛会中毒。讲田螺煮面会腹肚痛兼掠土啊。现代医学已经证明，迄拢是田螺无够青，才会来中毒。甲食啥物物件应该是无关系。毋过若讲到这螺确实甲一寡食物中毒的事件有关系，嘛造成咱台湾足严重的生态浩劫。日本时代，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下条久马一。西莫佐库马一吉，伊对新加坡引进这个非洲的螺螺，伊主要呢是要来补充咱台湾人的营养。这款螺螺毋但大只，足够生，啊比咱本土的田螺佫较有法度来去适应各种的环境变化，啊肉嘛较济。就安尼呢，非洲螺螺成功爬到咱的饭桌顶。咱即马海产搭定定有看，用蒜头啊、番仔姜啊、高赞塔、欠芳的迄款炒螺肉，其实呢，就是用养殖的非洲螺螺来炒的。啊，古早时代若是要食到好的蛋白质，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咱本土的田螺，因为较爱清气，成长期较长，啊，因为工业发展的污染，田螺呢是哪来哪少。即马嘛无地通好食，啊！人工养殖的非洲螺螺改善即个状况，就安尼呢，取代对水质较要求的即个野生的田螺。毋过嘛是因为管控出问题，非洲螺螺真紧就变做破坏台湾生态的外来侵入种。即马路边满世界拢有，对咱的田园有足大影响。嘛算是一种的害虫。1979年，高雄一个姓黄的华侨查某，伊对阿根廷走私一批福寿螺，佮甲号名叫做金宝螺，想要取代台湾本土的田螺，佮要甲非洲螺螺相比拼。结果因为福寿螺伊的寄生虫伤济，啊肉佮泡泡歹食。卖无销，伊竟然呢，就甲遐个福寿螺拢甲放生。啊，福寿螺毋惊水落，啊无水，佫会当冻甲半冬久。垃圾食，垃圾大，佫上爱食虫啊！一届生卵是正百粒，啊一粒一粒叫做规丸。这种水沟边上恐怖的粉红色怪物，免甲10天就孵出来，啊2个月就会使交配。佮继续生卵，一年若甲算落来，迄产量是数百万只。台湾的水产就安尼去破坏了，甲呾拢无法度完全消灭，人就甲改名叫伊夭寿螺。毋管是田螺还是螺螺，螺肉是台湾传统的水产。那咱汉人爱食螺肉，原住民呢嘛有即个惯势。最近一站这个台东原住民食螺肉阿拜中毒的事件，尾也造成3个人来死。原本大家叫是迄螺肉有问题，结果检验报告讲，原来是毋知啥物款的原因，因的小米呢去喂着农药，才会来造成悲剧。大家又讲敢是螺肉出代志，其实就是因为较早对夭寿螺印象无好。啊，佫毋知影讲，咱食螺肉是足正常的传统。佫再加上讲，1985年台湾真正捌发生过一件足严重的螺肉中毒事件，才会来误会讲包伫这阿拜内底螺肉有毒。食螺肉其实嘛无啥，咱法国上高级的餐厅拢嘛咧食迄款白色的大螺螺，
1985年呢，迄是金兰导游第2代负责人张秋贵，伊去误信这个偏方，听人讲青食鹿梨吼足滋补，爱家己吼伫厝内就饲这个非洲鹿梨，啊规口罩拢安尼食。古早人食田梨呢，是为着要补肾，啊医学即摆嘛证实讲田梨对咱腰子有助益，毋过鹿梨就较无这项效果。咱讲吼偏方毋通信，啊物件莫乌白食。蒋家伊甲这鹿梨饲甲放青菜了，就安尼甲青菜拌做伙做沙拉来吃着着。结果想袂到食着到底，因翁仔某因甲因老母张林腰大汉囝张德富拢不幸来过身。第2个后生张德祥虽然有救活，啊，毋过伊后半世人拢倒伫病床顶，倒甲10外冬，袂顶袂动，就安来过身。敢若第3个后生张德兴，人拄好伫海外，才逃过一劫。经过病院检查，因拢是因为青食鹿梨，去互广东智慧线虫寄生，才会来死。咱讲全世界头一个去染着这个广东智慧线虫感染症的病人，拄好嘛是1945年台湾台南县一个15岁的日本囡仔，伫伊的鼓喙液内底发现这细只虫啊。这款寄生伫梨仔肉内底寄生虫呢，伊会种甲咱大脑内底，造成脑膜炎，脑组织害死。伊黑白症佫热烧，人若无死就变植物人，无变植物人，脑细胞嘛会受到永久的伤害，无法度复原。2004年的时阵，宜兰有4位泰国的移工，伊嘛是食着这鹿梨，资料无透，4个人食，2个人着脑膜炎变植物人。一只鹿梨呢，可能就有成百只的寄生虫。一摆食毋免偌济，10粒鹿梨就等做讲食了上千只的寄生虫，甲食落腹。遐寄生虫呢，瞬间就会在咱体内爆发，攻击咱的大脑，毋免偌久就会陷入重度的昏迷。一直到今呢，拢无这个特效药会当完全消灭寄生伫咱体内的广东智慧线虫。会使讲食到底，就是一种绝症稳死的就对。中国迄边嘛足兴咧食梨肉，因甲梨肉呢煮米粉，或做嗦粉，听讲嘛是食出一大堆问题。爱食梨肉，也是爱煮好头才安全。遐奇奇怪怪野生的梨肉，千万唔通乌白食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义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。今仔日咧要讲的这个案吼，就是食梨肉食甲规家伙仔死了了这个案吼。其实是因为咱足侪集拢是，若是有这个军中军营的专家，就请甲军中有关系；若是甲法律有关系嘛，会请法律的专家。想讲即马食鹿梨来死，要找鹿梨专家，还是要找田梨专家？其实较无啦，尾仔就想讲无来找一个好朋友会当共款会当用台语来做伙来讲这个 podcast 的。咱今日请到的就是阿德来开讲的阿德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弟，我是这个食会起落嚟，挂袂起落嚟阿弟。哎对吼，迄支嘛叫落嚟吼。无对。对啊，大家拢食得起挂袂起啊。头进前我拄则有问你讲，你敢有食过落嚟？有啦，你一般快餐店啊、餐厅其实定样食，就只是咱无一定会去想着讲哦，迄就是咱知影的迄款的落嚟，爬来爬去、扫来扫去迄款落嚟。啊，其实最近嘛是讲有迄个台东还是华人迄边嘛是有人食落嚟，啊，结果因是摕落嚟包去因迄个阿伯，就敢若原住民款肉粽，啊，毋过毋是落嚟中毒啦，迄应该是食着迄个。迄毋知食着啥，啥物药啊？袂记啊？是应该是一寡甲农药有关系的物件，甲落嚟本身是无关系啦。对，啊，即个案你看的时阵，你敢捌想过？迄个差不多咱细汉时阵1980，咱细汉时阵敢有共款，我毋知影。差不多啦，咱2000年进前拢算细汉。较早其实嘛有足侪这种食物中毒的代志，对无？对啊，食物中毒其实是真事实的代志啦，嘛是因为咱台湾食安，才会愈来愈严格，愈来要求愈来愈济。啊，你较早捌听过有啥物较嫌疑的食物中毒的？嫌疑，系啊，因为咱甲观众朋友讲者，就是阿弟伊都是住宜兰嘛，是，啊宜兰啊，我细汉其实阮嘛是伫宜兰，阮南宜山人，啊其实。讲一句就是，咱有当时咱食的物件，甲都市囡仔其实无啥相共，哈哈，对无？你有感觉无？其实你若无提起，其实咱袂特别去想着讲，哦，原来阮食的甲别人无共，对啊。但是确实你细汉经历咱惯习了，你袂会迄个感觉，但是大汉了，你就知影讲，哦，有一寡物件是真正人会去卤的慢来食，比外口菜来食，这是咱一般你若住都市，你袂去想着，同样住庄卡还是讲你较无遐都市所在的人，袂去想着讲，其实这。甲人无啥共款，你嘛袂迄个感觉，因为环境就是安尼嘛。系啊，阮兜较早迄祖厝后尾门都红红菜、番薯叶啊、糖好慢。是，迄落菜就有影是路边看起来敢若草啊，一人就是知影连乌龟仔菜嘛会慢嘛。系啊。这其实就较早阮看路边对路边对大家来讲，真正是杂草吼，对于一般路边的草啊，问题是人就是会知影讲要打经代一款啊，咱都负责食的人是拢毋知迄是啥物件啦。系啊，阿嬷个阮阿嬷个会做家己做导入。咧做导入的时候，你就看迄导入，迄个臭铺啊，迄就是袂食一个物件，安尼用的匆匆啊，个最好食搅糜啥。依然即款用生的物件真济咧，用生的用酱的，迄个生咸甜啦，吼，个即个咸水甜啦，一般来讲咸水甜啊，像即个。宜兰腔不要紧嘛，不要紧，都已经介绍我宜兰人，我宜兰腔拢无去啊。导致较早做拢会做，但是我永远都毋知迄材料是啥，我拢无得认真看，一角一角安尼嘛。啊，奇怪，迄个本地白白物件，等你用到好要摕出来，互你食的时阵，酱啊，色嘛拢无共款，对吧？小水边，噗噗啊，安尼，若是以咱的这个食安标准来看，到底有合格无？讲实在我毋知呢。对啊，迄个豆腐呢，迄原本真正是豆腐呢。哎呀，我就亲目睭看到伊为豆腐变臭铺。啊，有像菜脯啦，这款的物件，较早厝的拢是家己做。对，其实这个物件哦，啊，还有肉嘛会当甲用迄个用迄什么茶有无？甲引起来安尼，还是讲安尼？你讲要做喇叭，嘿，你讲喇叭，我甲你讲一件，我大学时阵拄着足趣味代志吼，因为大学的时阵我即个读的学校嘛是一片的荒野，拢是往来产大学，嘿，嘉义往来产大学啦，学校本名无介水，但学校本身真水，但我迄时阵住迄拢是嘛是较真卡所在啊。真厝边阮厝头家哦，毋知是厝头家还是厝边隔壁啦。因为我迄栋边啊全部拢田，嘛无其他徛家。那逐个学生宿舍就外口租细厝迄款诶。有一块迄个喇叭，都吊伫阮停学倒摆诶所在顶边咧。我想奇怪是上伫做喇叭个吊伫遐。个后来我发觉讲，有一只猫啊，有一工就看猫仔伫行来行去。猫啊，真正为着要食是够无简单诶，伊我都跳去顶悬，规地甲加落来，所以伊规地到就拢互加了啊，就迄地就规个拢互加起啊咧。原本迄地是安怎会走来遐去？我个当个毋知是安怎有一块喇叭吊伫咧阮机车诶停车坪诶所在。喇叭精灵，喇叭线安尼，就是互猫啊加起啊。哦，恁学校迄边敢若有一条路是路边拢是山啊，对无？
对啊，阮的门口就是啊，大门口就是拢酸呀。我有一届嘛是歇落来时阵去看，啊，桥都歹经过，我讲哦，这若是酸呀，若是湿的时阵，你要讲啊。定定发生啊，个有人就是遐雷惨就是安尼啊，因为迄土酸啊，拢在涂骹。后来大家较时间去买遐酸呀来食，共款啊，如果是安尼问题，你确定这酸呀无问题？系啊，就是其实咱都市囡仔吼，真正较无即个经验嘛，就是有足侪物件是其实咱即摆讲的拢是迄个超市会当买着的，啥物水果啦，啥物青菜，啊有诶是迄个根本都无看过，是一寡药草啦、青草啊，啊时段嘛是安尼个办呢。对，啊，就煮，就当啉啊。拢一寡即个避风啦。系啊，其实这是咱会当大汉嘛是无简单。个即个泉水嘛，大家拢讲啊，去山顶去储即个山泉水安尼，对，山泉水储倒转来，就直接甲啉。用现在标准来看，其实迄有可能甲咱即个案件共款，迄水内底反射有寄生虫哦。这是定定有可能会发生的代志啊。就是咱是安怎大汉的，真正我恐怖。但是谁那敢若过去的人，袂使讲过去的人拢较勇敢无代志，应该讲因为新闻无遐发达，然后网络嘛无遐发达，那一个台当然是话咱食一个有肉类吧的物件，肉类吧的物件，大家都出代志了，大家都安尼风声甲安尼，对无？什么代志拢来啊！开始检讨原住民的文化，检讨啥物件，奇奇怪怪的代志一大堆。但较早可能这事件过就过去啊，有人往生。逐工嘛伫死人，所以其实无人去注意到这个代志，可能真侪人都是安尼来过往，甚至讲咱毋知影，迄是因为食着什么物件来过往，反正是想讲啊，是咪破病？较早我细汉的时阵，其实定定会拄着讲，比如厝边隔壁啦，或者是熟悉的人讲啊，某物人雄就过身啊，咱定定咧讲暴毙尔，对无？雄过身。无人去追究讲伊到底食啥，伊到底做什么代志，发生这个代志，无人知就准拄煞过去就是安尼嘛。伊讲敢若咱两个已经毋知偌济岁。卖问。最近吼，定定看到迄个伫网络顶头吼，就一个朋友咧讲。啊！你若是甲即个香菇食落到地吼，你若看到猫仔讲话的时阵有对话框吼，迄就是中毒啊！迄款的我其实有小可想要试看觅，感觉应该会真欢喜的感觉。猫仔狗仔开始甲你讲话，你拢听有吼，你应该是中毒。这毋知甲另外一款即个泰国会使用的草啊，有什么关系无？感觉敢真实？其实就是咱这个住咧较山边啦，还是讲住咧较迄个田啊边啊，吼田沟啊迄边，拢有足侪香菇也好啊，蘆葦也好啊，啊细汉仔我嘛真正甲捌个蒙拿兼西裤啊，是嘛真正因为大湖边遐就拿通好蒙嘛，是啊，湖内底佫有苦花通好钓，细汉时阵其实这拢算过拢食过啊，其实。用现在标准来看，是淡薄危险嘛，大概是物件爱煮好些过来食。是啊，咱即集呢，针对这个案件安尼甲讲落。啊，后一集呢，共款要请阿定呢来讲一寡，伊即摆咧做 podcast 佫有一寡即个伊甲台语推广台语也好啦，或者是讲台湾的文化也好，伊作为一个推广者，作为一个伊讲会使讲你是教育者，你敢有来甲你讲教台语？我大概袂安尼家己做定位啦，原则上就是我希望我会使加讲台语，会使互大家感觉讲。甲即个你可能识到的物件捡进来，就是安尼尔。语言的即个推广者啦，会使安尼讲嘿。咱后一集呢，继续甲阿迪来聊即个开讲即个台语的部分安尼。好，咱即边呢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，咱是受到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一个计划。我是东灭，后一集咱继续空中再会。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，简称疑案办。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，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。后盖，咱继续空中相会。